今日暗时伫遮，咱有一位同学要伫咱的中间来跟咱分享见证哦。他不是在台湾念书，好，他在也门，也门在哪里？好，在厦门，好，在大陆在那边求学，好，那他在那边有一段的时间，好，阿姨被底下来分享他的见证，我想他应该是用华语啊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欢迎罗月，好，我们拍手来欢迎罗月来分享他的见证。等一下，我有小抄。从小到大生活在教会的我，其实并没有很主动的去接近上帝，然后再加上自己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厦门，所以本来就不主动的我，又变得更加远离了上帝。在我家，我可以说是属灵生命最薄弱的，家里面最小的我，不经意的就会和哥哥姐姐们就是比较，上帝怎样？常会在意人们对我和对我哥哥姐姐就是那种感觉，态度有什么不同？就是跟他们相比，我可能比较像是空气，所以我很长在很长的时间里，我看到人们那个虚假还有冷漠，甚至将错都归给上帝，因为我觉得他爱人一点也不平等。所以，渴望被使用的我，但是又不常被使用。时间久了，一段时间还忘了世界上有上帝。我很纳闷，他到底要我在这世上做什么？经上说，靠着那加添给我的，凡事都能。而我哥我姐会的，大部分大概我都会一些，那也没什么用，看起来跟花瓶一样。种种罪恶在 Facebook 上面也常常看见一些说别人怎么看待自己，怎么伤害自己，怎么样的对待。看到那么多人被他人的罪恶所捆绑，我的眼界突然就被打开。受罪的原来不只是有我，而似乎我也扮起了上帝来评断人。我居然把人的罪怪在上帝身上。或许我渴望的被使用，不是被神所使用，而被神所使用只是一种借口。我渴望的可能是被人使用。开始我向主认罪，在上帝面前我是多么的不完美。我向主祷告，求主赐给我智慧，让我能够明白他的心意。接着，神也是莫名其妙，在我不知不觉中就默默对我动工，改变我的想法，并给了我一本叫做《小屋》的书，推荐大家看。让我了解上帝是多么的爱我，他抓的时机总是完美的，他让我清楚明白他不是不使用我，只是时候未到。他也让我知道自己应该学习亚伯拉罕，默默的顺服，依靠神的智慧。他更让我知道，他已经为我量身定做好我未来的道路。相信在上帝的爱和塑造中，花瓶也能成为价值连城的艺术品。感谢上帝。谢谢罗月的见证分享伊虽然家高中心但是你若听伊的见证，刚刚他真的是还能够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，我相信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见证和生命。刚刚伊嘛有分享一个圣经章，好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好，如果我们常常都能够从这个圣经节呢得到帮助，我相信你就会拥有这样信心。好，这